咁珠海流通性最差嘅6個小區啦，呢啲小區嘅掛牌量大，我就唔講啦，價錢佢都上唔到嚟，而且未來仲好難去轉手。咁打算喺珠海睇樓買樓嘅港澳朋友，盡量唔好去踩呢啲前業主踩過嘅坑啦。同類型嘅樓啊，盡量唔可以去買。如果唔係啊，呢層樓未來會一樣咁面臨住難轉手嘅呢個問題。咁第一個樓盤呢，就係華發未來匯啦，掛牌量552套，放盤率高達17%，係香洲區18年嘅呢個次新房，低門檻上車香洲，130萬就可以買到3房啦。但係一路之隔嘅就係中山坦洲啦，成交價持續咁往下走，近1年嘅呢個成交均價係喺15300蚊。好似呢啲咁掛牌量比較高嘅呢個小區啊，如果唔想買咗降價嘅，盡量唔可以去碰。咁第二個就係海灣花園啦，放盤高達229套，係香洲主城區吉大曾經嘅呢個豪宅，位置好啦，學校好啦，但係90年代嘅呢個老小區啦，雖然排名前3嘅呢個九洲中學就喺小區門口，但係小區太老啦，戶型又差，咁近期嘅呢個成交均價咧係喺13000蚊嘅。已經翻到14年啱做房地產當時嘅呢個價格啦。咁第三個啊，華發水岸放盤高達450套，放盤率已經係去到13%嘅。雖然係16年嘅呢個次新小區啦，但係位於香洲區邊緣嘅呢個地帶，配套差，生活唔方便，又緊鄰住呢個主幹道，噪音又大。近期嘅呢個成交均價係喺13000蚊嘅，比起斗門某小區嘅呢個價錢仲要低。咁過咗珠海大橋啦，就係金灣同埋斗門啦。咁如果係同樣嘅呢個價錢，好多港澳朋友更願意去選擇金灣或者係斗門嘅呢個核心位置，都唔會選擇呢個地方。咁第四，深海洲掛盤係去到291套嘅，10%嘅呢個放盤量，睇過嘅朋友應該都知道，佢個戶型係比較奇葩。咁大戶型改成咗細面積，使用率又低，但係呢個位置確實係唔錯嘅，租金回報都係比較可以。但不過如果未來想出手嘅，價錢都係喺度一直咁持續走低嘅，近期成交均價係去到13700蚊。第五個就海泉灣啦，放盤高達291套，平沙新城畫大餅嘅呢個典型。咁有人當時係喺18000買入嚟嘅，高位站崗啦。咁今年嘅呢個成交價竟然唔達到4500蚊，咁呢個價錢已經翻到解放前啦。好似遠郊嘅呢個文匯盤啦，當時買嘅係呢個規劃，但係而家已經完全喪失咗呢個流通性啦。第六個就係華發又一城，一共放盤咗560套，11800戶嘅呢個超大型小區，體量非常之大，競爭對手好多。單係100平左右嘅呢個3房放盤就已經有343套，以後隨住呢個放盤量嘅呢個增加，如果未來想出手啊，真係難上加難啦，只有降價嘅呢一條出路。咁當然珠海成交量低嘅唔止呢啲小區，以上我只係舉例咗一啲比較具有代表性嘅，有啲係板塊嘅問題，有啲係小區同埋品質嘅問題。但係從上邊小區總結一下嚟睇，呢啲小區都係有比較明顯嘅呢個特徵，就係買樓時一定要規避嘅。咁第一點就係千祈唔好賭呢啲所謂嘅規劃。咁而家新區嘅建設已經係放慢咗啦，優先去建議選擇核心嘅呢個板塊，成熟嘅板塊，配套我哋一定要睇得到、摸得到。咁第二點，千祈唔好去買呢啲咁嘅超大體量嘅樓盤。未來如果想去賣樓嗰陣時，可能永遠都有幾百上千套嘅呢個放盤量。產品同質化又比較嚴重，永遠都係要捲呢個價錢嘅。咁第三，我哋一定要注重樓嘅呢啲品質同埋物業啦。好嘅地段、物業差嘅小區都逃唔過降價嘅呢個命運。一個小區、一個樓盤嘅呢個加分項應該係多維度嘅。咁第四點，超過20年嘅呢啲老樓啊，都唔可以去買。老破小、掛牌量大、產品又冇咩競爭力嘅，居住體驗感又差嘅，未來唔可能拆遷嘅，價錢只有一降再降，除非如果你打算住一世。咁目前珠海樓市嘅分化係比較大嘅，如果關注珠海樓市，計劃喺珠海睇樓買樓嘅，可以直接右上角掃我嘅 WhatsApp 二維碼，然之後發666，我將我整理好嘅珠海2025年避坑白皮書發俾你。我係珠海張同學房產，幫你揭密珠海樓市真面目。